有一位畫家長期沉浸喺自己嘅創作裏頭，佢對周圍嘅事物漠不關心。有一日，佢喺街上遇到一位臉上流露住無助同埋悲傷嘅乞丐，畫家心中一動，唔係打開銀包，而係攞起支畫筆，隨意喺牆壁上高畫低呢一位乞丐楚楚可憐嘅模樣。幾乎每一個行過睇過呢一幅長畫嘅人都走嚟多謝畫家嘅碑文，大家開始關心呢一位乞丐，集資幫助佢重建生活。畫家嘅不足嘅感染力美化咗牆身，亦喚起咗大家嘅同情心同埋行動。畫家終於感受到行動帶嚟嘅力量。聖經雅各書2章26節提醒我哋，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。屬靈金字塔第三層係有力嘅行動，呢一層好比食物金字塔蛋白質嘅來源，提供核心力量。行動係信仰具體嘅表現，只要有信心同埋行動結合，我哋嘅靈命先能夠真正彰顯神，造就人。呢一個係靈修1分鐘，聽日我哋再見。